Hello，各位觀眾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聽開封府新聞報道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蒲峰峰。2025年12月19號晏晝啊，台北市最旺嘅交通樞紐同埋商業中心啊，喺收工繁忙時間突然間啊，俾一單好暴力嘅嘢搞到亂晒龍啊！就有一個咧27歲嘅男子啦，應該係退役軍人嚟，唔係退役軍人，係逃兵。OK， 咁啊通緝犯嚟嘅，咁啊張文先後喺台北市呢個台北車站同埋呢個捷運中山站呢，就投擲呢個煙霧彈，再攞刀出嚟亂咁斬人啊，搞到4人死亡，9人受傷。呢單嘢呢，台灣嗰邊嘅傳媒呢，就叫做黑色星期五嘅血案。咁啊唔單止一單普通嘅刑事案件啦，直頭係一個敲響咗台灣社會安全嘅警鐘。呢單嘢咧就發生喺一個人山人海嘅市中心嘅，咁啊隨機性啊，有預謀啊，同埋死亡率咧，即刻搞到成個社會咧，嬲得嚟又驚啦，係咪？即係無啦啦有個人喺條街度咁樣無差別攻擊喎，大佬。由2014年啦鄭捷案到2024年嘅中捷案咧，台灣人對呢啲咁嘅隨機無差別攻擊嘅陰影咧，一直都揮之不去嘅。耐唔耐就一單嘅啦。今次呢單嘢一出呢，又再將啲公共安全啊、精神健康系統啊，同埋啲社會邊緣人嘅問題呢，又推返上嚟啦。嗱，咁我哋就去講下呢單嘢啦。根據差人同埋啲目擊者咁樣講啦，疑犯張文啊嘅死亡路線就喺呢個當日嘅晏晝5:24開始。佢首先出現喺台北車站捷運站 M7 出口附近，呢度呢係連接台北車站同埋周邊商場最重要嘅通道啊。張文當時咧就戴住防毒面具，着住深色嘅衫，佢嘅裝備好明顯，其實係預咗嘅，即係準備出嚟嘅就嚼人嘅啦，係啊，即係有預謀嘅。一開始咧，佢就投擲呢個煙霧彈，諗住製造混亂同埋恐慌啊。然之後咧就為佢嘅呢個突襲啊，咁啊 set up 嚟嘅。OK，咁喺呢個煙霧彌漫啦，啲人雞飛狗走嗰陣咧，張文突然間掹出佢嗰把刀，OK，開始對周圍無辜嘅市民咧亂咁劈。咁啊冇特定人群嘅，隨機抽樣，完全係隨機性嘅。咁啊呢個咁嘅呢啲咁嘅案件呢，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噶啦。咁啊最恐怖就係佢冇個特定噶嘛，即係你無啦啦行街就會遇上咁嘅嘢啊嘛。嗱，喺台北車站嘅呢個襲擊裏面呢，有一個57歲嘅保安呢，就企咗出嚟，諗住制止阿張文啊。呢位咧就俾傳媒叫做正義哥嘅保安呢，用自己個身呢就擋住咗兇徒，幫其他市民爭取咗呢個走佬嘅時間。但係呢，佢就俾呢個張文猛烈咁襲擊，受咗重傷。醫院報告就話呢，佢個肺就刺穿咗，心臟爆裂，最後救唔翻啦。成為咗呢單案嘅第一個壯烈犧牲嘅死者啦。嗱，呢位保安嘅犧牲呢，睇得出喺極端暴力面前呢，普通市民嘅勇敢同埋無助啊！佢嘅行為咧，雖然係阻止咗兇徒喺入面搞成更大嘅傷亡，亦都暴露咗前線保安人員面對呢啲咁嘅持械襲擊嘅時候咧，裝備同埋訓練都唔夠嘅。嗱，張文呢就喺呢個台北車站犯完案之後呢，好快咁走咗啦，將攻擊範圍咧轉移到係隔咗一個站嘅捷運中山站嘅商圈。呢度呢係台北最出名嘅呢個叫做出名嘅百貨公司啦，同埋文創集中地，人流就非常之多嘅。大概20分鐘之後呢，張文就喺中山站出口大約20米咧，再掟煙霧彈，然之後繼續無差別咁攻擊啊！之後咧，佢就衝埋入去呢個誠品店 ，OK 南西店啊，想喺裏面繼續行兇。差人接報之後咧，好快咁圍捕佢啦，將佢韞咗喺誠品裏面。差人圍捕期間呢，張文呢就懷疑係畏罪，喺5樓度跳落去，係啦，送院之後咧就救唔翻。呢單嘢持續咗唔夠1個鐘嘅連環無差別攻擊事件，最終就以張文嘅墮樓就告終啦。留低咗一個在場人士一個我諗都幾深刻同埋難以磨滅嘅創傷啊。咁呢件事裏面呢，就有4個人就
死亡，9個人受傷。咁啊，事發地點呢，就喺台北站嘅 M7 出口同埋捷運中山站嘅商圈，最後就喺呢個誠品南西店嗰度嘅。咁啊，一個無差別攻擊。咁啊，受害者呢，基本上都係隨機㗎啦。再次證明咗咧呢一單案嘅本質啊！任何人、任何時間、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。呢一種咁嘅唔確定性呢，先至係社會真正嘅恐怖喎。咁啊，講下呢個張文嘅身份啦。據報啊疑犯張文1998年出生，27歲。佢以前呢係空軍嘅志願兵啊，但係因為一啲事情呢，就變咗妨害兵役罪嘅通緝犯，就俾桃園地檢署通緝啊。通緝犯嘅身份呢，暗示咗張文長期處於一種同社會規範脫節、邊緣化嘅狀態。即係你俾人通緝，你一定係左閃右避嘅啦，係咪啊？雖然啦，家陣於張文嘅個人生活細節咧，仲未完全公開。但係佢通緝犯嘅身份呢，加上佢揀人多嘅公眾地方做出一啲咁嘅極端暴力行為，睇得出佢內心深處所承受嘅巨大壓力同埋社會嘅疏離感。嗱，差人呢喺張文租屋嘅地方呢，就揾到汽油彈啊！咁啊，汽油彈嘅材料咧應該話，咁呢個暗示咗呢，今次犯案其實一早係精心策劃好嘅。咁啊，嗰啲叫咩啊？即係非法操練啦，有操練過。佢揀喺收工嘅繁忙時間啦，喺台北最旺嘅商圈發動攻擊，仲用埋煙霧彈嚟製造混亂嘅，睇得出佢就想搞到一個大型嘅恐慌同埋傷亡嘅。雖然呢就冇對呢個死者進行精神鑑定，但係由佢嘅行為模式嚟睇呢，犯罪學家普遍認為隨機殺人嘅犯呢，通常有以下特徵嘅：第一，長期失業或者冇嘢做；第二，俾個社會孤立；第三，冇親人支持；第四，性格係衝動同埋孤僻嘅。張文呢個通緝犯嘅身份呢，令佢更加推向社會嘅邊緣，冇正常嘅社交啦，同埋呢個情緒發泄嘅出口，最終就釀成呢單咁嘅極端恐怖嘅暴力事件。將張文同埋以往嘅一啲咁嘅同類型嘅犯案者去比較啦，好似鄭捷咁樣啦，鄭捷喺2014年嘅北捷案啦，可以發現一啲令人不安嘅共通點嘅。佢哋都係年輕嘅男性啦，社會連結薄弱啦，揀人多嘅公共地方啦，有預謀咁用一啲致命嘅武器，同埋缺乏特定嘅對象，無差別嘅攻擊。呢啲共通點咧，提醒社會啊，呢啲咁嘅案咧係一個社會病徵啊，往往就係社會結構造成嘅壓力、心理健康唔夠同埋社會嘅安全網失靈造成嘅。OK， 嗱，回顧翻以往嚟講啦，台灣嘅呢啲咁嘅 random 殺人事件呢，就唔係單一事件嚟嘅。由2009年開始啦，就已經發生咗好多次噶啦。其中最出名嗰次就係鄭捷案啦，台北捷運呢個隨機殺人案。OK， 係台灣嘅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啊！當時21歲嘅鄭捷咧喺捷運車廂裏面咧亂咁劈人，搞到4死24傷。呢單案徹底破壞咗台灣人啊對呢個公共交通安全嘅信任。即係耐唔耐就一單咁樣，咁你喺台灣就即係叫做恐怖少少啦，係嘛？嗱，最近嘅就係2024年嘅台中捷運持刀傷人案，一個20歲嘅男子就喺車廂裏面襲擊乘客，搞到2人受傷。雖然咧呢單案就相對地個規模細啲，但係佢犯案模式咧基本上同阿鄭捷嗰度都一樣嘅。再次證明咧呢啲咁嘅模仿效應啊、隨機無差別攻擊事件咧確實存在嘅。今次張文呢單案呢，無論喺傷亡人數啦、犯案手法啦，定係選擇地點啦，都睇得出啊嚇，比以往嘅更加係恐怖主義同埋極端化嘅。犯罪學家就話啦，隨機殺人案，兇徒同受害者係完全唔識，兇徒喺公眾地方隨機揀人嚟襲擊。呢啲咁嘅犯罪嘅動機咧好複雜，通常同兇徒長期俾社會孤立啦、遇到挫折啦、冇親人嘅陪伴啦，同埋精神困擾或者係精神病有關。深入咁去分析呢類案呢，會發現佢哋往往背後就係有一種
俾人佢哋自己感覺啦，唔公平啊，冇晒希望嘅感覺。好多疑犯咧喺犯案之前都經歷咗長期嘅生活唔如意啊，人際關係失敗啊，社會地位低落啊。佢哋將社會睇成一個唔公平、充滿敵意嘅系統，而呢啲咁嘅無差別攻擊案呢，就係去對抗呢個系統嘅方法啦。重新想攞翻個控制權嘅最後手段，呢一種咁嘅犯罪模式呢，同埋傳統嘅一啲一時衝動嘅罪犯呢，或者係為咗錢而犯案嘅呢，好唔同。佢係一種叫做真係失控嗰種咯。OK， 表達性嘅暴力，目的係想用呢一種咁嘅極端嘅方式嚟表達佢嘅憤怒同埋絕望啊。預防呢啲嘢啦，其實最主要就係話，點樣去做一啲社會嘅犯罪預防啦，同埋一啲情景嘅犯罪預防啦。情景嘅犯罪預防就即係話，遇到呢咁嘅事嘅時候，地鐵嗰度應該係點做呢？捷運應該點做呢？係加強警力啊、監控啊、緊急制啊，在場嘅保安有冇咩武器可以幫手去對付佢啊？社會性，但係呢，社會性嘅預防呢係更加重要嘅。點解話呢啲社會犯罪預防係更加重要呢？因為你再出現呢咁嘅事，你因為突發呢，其實你點樣訓練都好，都一定會造成一定嘅傷害嘅。要解決呢個問題呢，最主要就係改善翻個教育啦、就業機會啦、強化翻家庭嘅支持啦，同埋建立一個健全嘅心理系統，會比較緊要。嗱，社會一定要學識點樣去幫助呢啲咁嘅人，呢啲人長期受壓啦、長期受挫啦，表現出嗰種極端同埋呢啲咁嘅行為之前呢，提供到幫助俾佢哋，疏解到、疏導到嘅情緒呢，有機會就可以減少呢啲事情嘅發生啦。今次呢單嘢呢，暴露咗台北捷運啦嘅安全系統，同埋周邊嘅商圈面對呢啲咁突發事情嘅應變能力啊。雖然事後呢有加強巡邏嘅，但點樣建立一個即時有效、多層次嘅保護啲市民呢？我覺得係比較急切嘅。硬件設施方面咧，捷運入面咧，即係應唔應該更加有嚴密嘅安檢呢？呢個就好重要啦，係嘛？即係國內呢，我哋搭地鐵呢，一定要經過啲 X 光機嘅。咁好多人就話：嘥氣啦，呢啲嘢，啲人啊冇即係人民冇私隱㗎，乜乜柒柒啊咁嗰啲。咁但係面對呢啲事情嘅時候，你又睇到其實某程度上呢樣嘢又真係保障到啲市民嘅喎，係嘛？第二樣嘢就係話，啲捷運嘅保安啦、職員啦，訓練夠唔夠啊？有冇第一時間可以拖延到或者阻止到呢個襲擊啊？咁樣當然啦，我自己覺得就呢啲訓練呢，即係都係純粹係幫到少少啊。始終你保安都係份工嚟嘅啫，係嘛？即係你唔係警察，你冇咁嘅武器喺手對住人哋，又有煙霧彈又有刀咁樣，其實某程度上呢，都係要自己個安全為先啦。最後一樣嘢就係緊急應變啊！呢啲咁嘅協調機制啦，或者啲警察方面啦，配合得快唔快啊？大概幾耐到去到現場啊？幾耐到嘅時間去制服到個兇手咁樣都係啦。OK，咁呢單嘢之後呢，台北市政府好快就啟動咗呢個緊急應變機制啊！市長係啦，呢個張萬安第一時間出嚟交代，仲應承咗會加強捷運同埋商圈嘅警戒同埋巡邏。不過市民呢，就最想見到係超越加強巡邏呢啲咁嘅指標方法啦嚇。最重要就係點樣去減低呢啲咁嘅案件嘅發生嘅機會啊！政府一定要正視就係話妨害兵役通緝犯張文可以喺市區租屋，有預謀犯案，但係冇俾人發現嘅事實啊！即係點解一個通緝犯仲可以喺市區度租到屋呢？咁佢哋有冇一個系統去 check 到晒佢哋呢啲咁，例如人面識別啊之類嘅嘢呢？OK，呢個睇得出啦，喺追蹤同埋管理呢咁嘅通緝犯方面呢，一定係有漏洞嘅。最重要就係話政府要投放更加多嘅資源啊，幫助呢咁嘅社區精神病患者啊，建立一個可以主動識別啦、評估同埋介入呢啲高風險人士嘅社區支援啊。即係你唔能夠去減少呢啲咁嘅精神病患者、白卡人士嘅話，你就算加強幾多保安都冇用嘅，係咪先？你加強啲保安，人哋下一次咪做得更加完美咯，係咪啊？唔攞刀咯，攞其他武器咯。嗱，喺呢啲咁嘅無差別攻擊案入面呢，傳媒呢都有一定嘅責任啊嚇。一方面呢，佢哋為咗流量啦，同埋公眾嘅知情權啦，可以推動個社會反思。OK，另一方面呢，過度渲染啲細節啊、啲畫面啊咁樣，
更加令到有好多人有機會有樣學樣啊。OK，咁啊，傳媒其實就唔應該去渲染啦，或者係一啲美化呢啲咁嘅事情啦。嗱，受害者同埋一啲英雄事蹟呢，據呢啲傳媒報導呢，就好似保安咁樣企出嚟嘅英勇行為，去凝聚社會正能量。咁呢啲我覺得就某程度上呢，我覺得應該要係唔好去推動大家覺得呢樣嘢係好啊。即係保安都係條命嚟嘅，係咪先？我自己覺得呢啲情況下都係要保護自己為先嘅，因為你始終你手上冇更強大嘅武器啊嘛，啱唔啱啊？第二樣嘢應該係請翻啲犯罪學家啦、精神學家分析啦，同埋宣傳一下喺公眾地方遇到咁嘅情況，你應該係點面對，係嘛？咁啊，同埋唔好講咁多細節啊啲啦，費事俾人哋去仿效啊！即係哇呢壇嘢咁成功啊，原來我都係逃兵嚟嘅喎，我都係通緝犯喎，我又整翻單啊咁樣，咁啊唔好啦。呢單嘢呢，最深層次嘅呢，就係話社會嘅安全網啊嚇，咁就穿咗啦。隨機呢啲咁嘅無差別攻擊者呢，其實佢哋本身應該都係一啲社會最底層啊，或者係受壓迫嘅人啊。咁佢哋嗰啲長期都要同個社會被孤立咗嘅，因為話我去邊都唔可以 show 個身份出嚟嘅喎，否則我會俾人拉嘅喎。咁日積月累嗰種絕望感呢，就會導致心理唔平衡啊。咁啊，台灣嘅精神健康系統呢，面嘅資源係長期唔夠嘅嚇，專業人手唔足夠啦，同埋社區嘅支持系統係薄弱啦，好多有心理病啊嘅人呢，都好驚俾人標籤，唔肯去睇醫生啊。對於呢啲咁嘅高風險人士呢，有冇辦法有啲社區嘅追蹤呢？咁就好重要嘅。OK，最後就係話呢啲咁嘅案件呢，通常俾人發現個犯人呢，通常都係長期失業啦，或者係冇乜嘢做啦。個收入啊，經濟係唔足夠支持嘅。咁所以佢就覺得生存喺呢個世界都冇乜希望㗎啦。咁樣係咪？即冇辦法去改變現實啊。咁啊，結果係咁啦。繼而就做一啲報復社會嘅行為啊！嗱，台北呢間咁嘅慘案呢，就令到好多人都人心惶惶啊！台灣嗰邊，佢用最殘酷嘅方式咧提醒大家，公共安全呢唔單止係警察嘅責任，成個社會都有需要去面對呢啲嘢嘅。大家關心多啲身邊嘅人啦，係啊，即係唔好俾咁多人心理有問題啦。呢單血案嘅陰影呢，會喺台北市民裏面呢，心入面逗留好耐，但係社會唔可以因為咁而長期恐懼噶嘛？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先係更重要噶嘛？我哋呢一定要將呢單案呢變成一個社會嘅進步同埋推動力。呢單嘢呢唔單止係政府同埋一啲保安嘅責任啊，更加需要係成個社會一啲社工啦、唔同嘅人啦，點樣去對身邊嘅朋友啦、下屬啦，係嘛？多啲嘅關心、同理心、包容嘅心，先至可以令到呢啲人咧回頭是岸啊！嚇，咁啊，最後啦，講翻啦，其實呢啲咁嘅事情咧，最重要就係話重建翻個社會嘅信心，大家都係要諗辦法，係啦，點樣去疏導啲人嘅情緒。其實今時今日唔單止係台灣啦，就算哪怕我哋香港都好，一樣係好多人有情緒問題啊！咁就係咯，咁最後就播埋條片俾大家睇啦，呢單案嘅來龍去脈啊！多謝大家支持，拜拜。啱聽啱睇嘅朋友啊，記得係 share 呢條片同埋俾個 like，再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，希望可以留啲有意義、有建設性嘅留言，希望令到我哋個 channel 咧可以做得更加好。及後呢，我哋將會係更加多一啲即時嘅新聞俾大家睇嘅。多謝大家。台北市一名27歲嘅逃兵啊，12月19號製造咗一個震驚世界嘅慘案啊！據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最新消息啊，截至19號嘅22點30分啊，有8男5女被送往醫院啊，其中含兇手在內呢，有4人死亡，另外有9人受傷嘅。事發於19號嘅17點20分啊，週日下午嘅放工時間，該男子戴住防毒面具於台北車站 M7 出口地下一條通道咧，向人群投擲呢個煙霧彈，然後喺混亂中啊攞住刀具喺煙霧裡面橫衝直撞，見人就斬啊！現場淪為人間地獄。其後該男子喺中山站逃逸啊，隨後不斷掟呢個汽油彈同煙霧彈，並手持刀去斬人啊。之後就匿入去百貨公司啦、誠品南西店啊。喺警方圍堵之下呢，該名27歲嘅男子就墮樓身亡啊，結束咗呢場瘋狂嘅殺戮啊！
台北市嘅市長其後就講啦，涉嫌嘅男子係一名27歲嘅逃犯啊，逃兵嘅通緝犯。咁死者就包括有37歲啦、57歲嘅女子啦，同埋37歲嘅男子。其餘嘅傷者分別係初期滅火嘅時候受傷啊、下巴撕裂啊、肩部割傷啊、胸部刺穿等啊。